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打造你嘅 AI 助手 RAG and AI Agent 應用實戰。我係可 Sir， 呢堂課唔單止講理論，我哋要真係動手做。你會學到點樣俾 AI 唔單止係聊天，而係能夠查資料、用工具、分析業務，變成你身邊最可靠嘅智慧助手。準備好未啊？我哋開始啦！呢堂課係非常豐富噶，我哋會從大模型嘅基本概念講起，然後進入 RAG 檢索增強生成、AI Agent 智能體、工作流設計。實作部分會用到阿里雲百鏈平台同埋 Google Colab。點解用佢哋啊？阿里雲百鏈係目前中國最強嘅 Agent 平台，使用 Google Colab Python。Google Colab 係一個喺瀏覽器直接運行 Python 嘅雲端平台，好多 AI、數據科學同埋機器學習課程都用佢。最後你會親自做出一個 AI Agent 儀表板嚟分析業務指標。呢個課題亦都好切合市場需要。我睇下呢份工啊，中國銀行一個 AI Developer 係要熟悉 RAG Framework、Vector Database 同埋 AI Agent System。大語言模型 Large Language Model LLM 係 AI 入邊一個非常具體而且好先進嘅分支同埋工具。佢係專注於語言呢一件事情。例如 AI 如果係交通工具嘅話呢， LLM 就係高速公路啦。LLM 嘅特點就係使用 Transformer 架構，透過大量文本訓練，能夠理解自然語言。咁佢可以應用喺問答啊、翻譯啊、寫作啊、程式生成等方面。但係 LLM 呢就有3個大問題。第一就係幻覺 ，AI 會編造一啲答案。第二呢就係知識過時。LLM 只係會學到某一個時間點，佢係唔會即時更新 update 嘅。第三呢，就係讀唔到你嘅私人嘅資料啦，例如一啲公司文件啊、內部資料庫啦，佢係搜尋唔到嘅。咁點樣解決呢3個問題啊？就係用 RAG 啦。中文呢 RAG 嘅中文呢，就係叫做檢索增強生成。佢個核心概念呢，就係叫 LLM 喺回答之前呢，先係搜索一啲知識嘅資料庫，然後先至回答。Prompt Engineering，Prompt 中文叫提示詞，就係你俾 AI 嘅指令。有好多人以為 AI 笨，其實你冇問啱問題啫。同樣一個 AI 會問問題同埋唔會問問題嘅人，得到嘅答案就係天差地別，所以就出現咗 Prompt Engineering 呢個 term。一個好嘅 prompt 係包括咗3個重要嘅元素。第一就係角色 role， 例如你話俾佢聽，你係一個資料分析員。第二就係任務 task， 你要好仔細講俾佢聽，你要求佢做啲乜嘢。第三呢，就係輸出格式 format， 例如你要求佢俾一啲例子俾你，或者係用 point form 嚟回答。第四呢，就係最重要噶，你又要提供埋一啲例子、一啲 sample， 咁 LLM 呢就會模仿呢啲例子去俾答案俾你，就會快好多噶啦。通常寫一個好嘅 prompt 呢，就要寫得好仔細嘅，要起碼超過50個字咁樣。跟住落嚟呢，我哋就做一個實戰操作啦，試下去整一個 prompt 出嚟啊。咁首先呢，就去到阿里雲嘅網站，然後就創建一個帳號，
再進入阿里雲百練 Model Studio， 跟住再攞一啲免費嘅 tokens， 即係積分啦。然後呢，將阿里雲嘅 API key 呢，就放入嗰個 Google Colab 嗰度，個名稱呢，就叫做 Desktop API Key， 就好似熒光幕睇到咁樣啦。溫馨提示：如果大家想要所有實戰操作嘅 source codes， 只要電郵俾可 Sir， 電郵地址係 laihin_ho@hotmail.com， 俾我就可以噶啦。多謝。進入 Google Colab 網站，開新 notebook， 即係新嘅 program。複製以 practice 1 promtest.ipynb.txt 已經打好嘅 source code入去就可以噶啦。溫完之後呢，就會出一啲 prompt 啦。Crank Access 綠色一剔呢，表示係冇錯嘅個 program。好啦，咁啊，跟住就貼上第二段程式碼啦。再 run 佢，就輸出咗一啲 prompt 出嚟㗎啦。Embedding 向量化 ，Embedding 就係將文字、圖片、資料轉成一串數字，叫做向量。點解要咁做啊？因為電腦只係識得睇數字啊。透過訓練，相似用途或者寓意嘅物件會喺向量空間中彼此靠近 ，AI 從而找出所需要嘅答案。嗱，而家我哋就舉一個 embedding 嘅例子啦。譬如你有一個資料庫，有3個信息嘅，第一就係 iPhone 好貴，第二呢就係三星手機個性價比較高，第三呢就係貓係好得意嘅。咁呢3個信息呢都會轉成一啲向量。如果係有一個 user 向 LLM 問啊，有冇平嘅手機啊？咁呢個問題呢都會變成一個向量嘅。咁之後呢 LLM 就會分析啦。A 嘅答案呢個相似度呢就係0.6，B 嘅答案同你個問題個相似度呢就係0.92，而 C 呢就係只係得0.1嘅啫。即係呢嗰個問題同個答案嗰距離呢係好遠嘅，所以呢 LLM 就會揀咗 B 㗎啦。咁就會回答返你三星嘅手機性價係比較高嘅。跟住落嚟呢，我哋就做一個 embedding 嘅實戰操作啦。咁開一個新嘅 notebook， 貼入呢個 practice 2嘅程式碼，然後再 run 佢。Crank Access 上傳一啲 data file 俾佢分析。
係一啲圖片嚟嘅。咁佢首先就將嗰啲解壓咗佢先，將個 data file 解壓咗佢。好啦，解壓完之後呢，就將佢讀入啦，然後得出嚟呢，就係將一啲圖片呢，就轉化成一啲向量數字啦。咁 LLM 先可以識讀嘅。Vector Database 向量資料庫係專門用嚟儲存、索引同埋查詢向量嘅資料庫。傳統嘅資料庫擅長揾一啲完全相同嘅東西，例如 SQL 入邊 where name 等於 Apple， 但向量資料庫呢，就擅長揾一啲最相似嘅東西，例如揾一個俾我好似蘋果嘅嘢俾我。點解需要專門嘅資料庫啊？傳統嘅資料庫例如 MySQL 雖然可以儲存向量，但唔可以好高效率咁進行最近鄰居搜尋。假設你有10億張圖片嘅向量，你要揾同呢張圖片最似嗰10張，傳統嘅 DB 呢，就需要逐一計算呢張圖同10億筆資料嘅距離，係耗時數小時甚至係數天。而向量資料庫呢，就使用一啲特殊嘅索引，可以喺幾毫秒到幾秒之內揾到最相似嘅結果，最近似嘅結果。咁我哋睇下一個 Vector Database 嘅例子。假設你建立一個公司客服機械人，資料庫入邊呢，有10000份公司嘅文件，其中包括咗有啲資訊呢，就係 ID1 如何重設密碼，請點擊忘記密碼連結；而 ID2 呢，就係如何退貨，需在7天內聯繫客服。跟住呢，我哋就收到一個用戶嘅提問：我登不進去，該怎麼辦？咁 LLM 就會將呢個問題轉成向量，然後再喺向量資料庫度搜尋，咁就會發覺呢 ID1 嘅資訊呢，就同個問題呢就好接近，個距離就好接近，而 ID2 呢，即係呢個退貨嘅資訊呢，就同呢個用戶嘅問題呢就相距好遠。咁 LLM 就會選擇 ID1 嚟作出答案，亦即係話如何重設密碼，請點擊忘記密碼連結。好，跟住落嚟呢，我哋就做一個 Vector Database 嘅實踐操作啦。就貼上呢個 Practice 3嘅程式碼去一個新嘅 notebook 嗰度，再呢上傳一個已經準備好嘅 data file。呢個 data file 就係一啲圖片嚟嘅，就將佢壓縮成一個壓縮檔，上傳咗之後，系統會識得去解壓。LLM 呢就根據呢啲圖片就 create 一個 Vector Database， 然後就解答嗰個問題啦，就 generate 出一啲答案。run 佢啦。Restart Session 同埋 Grant Access。
因為呢個係之前曾經做過，所以要 replace 翻嗰啲 file。都係一啲圖片嚟嘅。好啦，就成功列出一個答案啦。RAG 中文叫檢索增強生成，核心概念就係俾 AI 喺回答之前先係搜尋知識向量資料庫，包括私有文件，令到答案更加準確同埋更新。喺實際應用入邊，Prompt 通常會結合 RAG 去使用嘅，例如叫 LLM 先係搜尋某啲文件，然後再回覆問題，就好似你被問問題時先翻書再回答一樣。咁樣做出嚟嘅答案就更加準確同埋更新，亦都可以結合公司內部嘅文件。RAG 就係目前解決 LLM 幻覺同埋知識過時問題嘅主流方法。跟住落嚟呢，就做一個 RAG 嘅實戰練習。咁呢個呢，就係一個法律嘅判刑系統。咁呢度就列出咗 source code 入邊嘅一個 key 嘅 statement， 就係 define 一個 workflow。開咗一個新嘅 notebook 之後呢，就上載準備好嘅法律條文嘅 data。貼上 Practice 4嘅 source code， 然後就 run 佢啦。咁佢就用一啲法律嘅條文嚟分析，就作出一個判刑嘅指引。AI agent 智能體，智能體比 RAG 更厲害。佢唔單止係回答問題，而且能夠自主完成任務。智能體係一種能夠從外部世界或者內部儲存中匯集資訊、自主決策，並能自主完成任務。簡單嚟講，AI agents 等於大語言模型 LLM 加工具 tools， 再加上記憶 memory 同埋規劃能力 planning。 譬如你對佢講，幫我訂機票，佢會自己上網查航班，比較價錢，下單，完全唔使你喐手。以下就列出咗兩個 AI 智能體嘅例子。第一個呢，就係 AI 旅遊助理。咁你只要講出你嘅行程預算，咁佢就會 AI agent 呢就會規劃行程、查機票、查酒店、排呢個景點行程，然後將佢整合出嚟，就輸出呢個行程表啊、預算分配啊，同埋推薦嘅景點俾你。咁另一個例子呢，就係 AI 自動工作助手。咁你叫智能體呢，每天整理競爭對手嘅新聞，並且發 email。咁佢 AI agent 呢，就好似一個員工咁樣，自動幫你找新聞啊、
summary 啊、摘要啊、分析重點啊，同埋寄 email 咁樣。AI Agent Workflow 工作流，智能體工作流為咗完成一個任務，從理解、規劃、行動、反覆優化、輸出結果嘅一整套流程，就好似一個人喺做事一樣，佢會思考、會調整、會學習。呢個讓 AI 從呢個被動回答進化成主動執行嘅企業級應用嘅關鍵。好啦，我哋學咗咁多名詞、咁多 terms，就嚟整理一下呢啲名詞嘅關係。LLM 係核心引擎，Prompt 係指令，Embedding 係轉換工具，Vector Database 係記憶庫，RAG 係檢索方法，AI Agent 係自動化執行者，Workflow 係流程工作流，將佢哋組合起嚟就係一個完整嘅企業級 AI 系統，係咪好清楚啊？好啦，終於到咗實戰專案啦！我哋要用 Crane Code 打造一個 AI Agent 儀表板嚟分析業務指標。第一步，下載安裝 Tray， 佢係一個 AI 編輯器。然後打開 Terminal， 叫 AI 幫你安裝 Crane Code， 然後輸入 Crane Code， 睇到畫面就表示 OK 啦。喺 Tray 嗰度運行 Terminal，New Terminal， 佢入邊呢有一個 AI 嘅程式嘅，咁你就叫佢安裝 Crane Code。成功安裝完之後呢，喺 Terminal 嘅 Command Prompt 嗰度輸入 Crane。如果能夠成功運行嘅呢，畫面就係咁樣噶啦。跟住呢，就撳2次 Ctrl+C 去離開個 Crane。咁跟住用下載嘅 Work 檔呢，就係 Practice 5呢個呢，就將佢嘅 Command Prompt copy， 然後 paste 上去，就解壓呢個 Practice 5嘅壓縮 file， 放喺個 folder 入邊。咁跟住嗰個 Practice 5嘅 Work 檔入邊嘅 command， 輸入去嗰個 Command Prompt 嗰度，同埋係 Tray 嘅 Crane Prompt 入邊，一步一步跟住嗰個 Work 檔嚟做。copy 第二個 command， 然後再 paste 上去 run。打 Crane 進入呢個 Crane 嘅程式，進入 Crane Code， 跟住再將嗰啲 Command Prompt copy， 然後 paste 上去俾 Crane Code run。Ctrl+V 貼上，跟住拍 Enter。
做完之後呢，再將第二段嘅 prompt copy 同埋貼上去。Ctrl V 貼上，拍 Enter。成功運行完之後呢，就喺個 browser 嗰度打 localhost，個 port 係8501。喺瀏覽器打 localhost localhost 冒號8501，成功運行呢，就睇到 dashboard 嘅分析業務嘅指標。跟住嗰個教學文件 Practice 5嘅 work 檔一步一步做。如果唔小心遇到錯誤，唔使緊張，直接將錯誤信息複製落嚟，貼俾 Trade 嘅 AI 或者 Queen， 佢會自動幫你解決嘅。最後成功運行到嘅話，你就睇到一個好漂亮嘅業務分析儀表板啦，仲可以換成你自己嘅資料檔案上去嘅。好啦，課程結束啦，多謝收看。